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病房照护常常会用到跟床上擦澡及更衣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叶小姐，你好。你好，今晡日有吃到较好无？有哦，今晡日比昨晡日好加当多。我来出下身体，晚上请你嘅衫裤好无？好啊，我出当多汗，规身的炎炎，真艰苦。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准备出身体嘅东西，留请你嘅衫裤。好，我要特殊让你检查你嘅身体，看有红肿、白痒，也系流皮毛。好，那麻烦你。好，我也下爱留병床、药片、枕头、被单爱拿走。铺嘅防水嘅贴嘅，含個洗身拍。好，枕頭拿走咯。鋪嘅防水嘅貼嘅。做得咧。我先用溫燒嘅面拍撈出面。好，什麼意思？面出好，直到它鬆鬆咧。面出好咧，開始愛來出身體咧。好，先撈歐洲嘅衫褲脱脱。拿強力嘅洗身拍鉗定身體，才唔會冷。好，我當強人，我鉗定較好。先試一下水溫，熱水會脫冷還是脫燒冇？唔會，你溫度嘟好。出身體嘅順序係先出手臂，過來係胸脯、肚臍，接着係腳臂，過來係背囊，最尾係陰部、橈絲襪。好，就麻煩你咯。手臂出好咧，過來係胸脯、肚臍，再過來係腳臂。接等愛出背囊，也會天天的留你半身。來，扶等下。接落來係出背囊，最尾係陰部、橈絲襪。好咧，出好咧，一下慢慢的水漲來。等下晚上請你嘅衫褲。好，用小水把身體出好，加凍鬆爽，精神咪較好咧。什麼意？唔是客氣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4线腔调。照服员在擦澡前会先准备工具，并告知病人说：“我先去准备擦澡的物品和干净的衣服。我先去准备出身體嘅東西，留請你嘅衫褲。我先去準備出身體嘅東西，留請你嘅衫褲。”擦澡前，照服員會協助檢查病人的身體、皮膚。此時會說：“我會幫您檢查身體，看有沒有紅腫、發炎或破皮。我要留你天數檢查你的身體，看有紅腫、發炎，也是流皮毛。我要留你天數檢查你的身體，看有紅腫、發炎，也是流皮毛。協助擦澡前，
要先做好隐私防护和保暖。此时会跟病人说，我会拿干净的大毛巾盖在身上，才不会冷。我要拿强力的洗身拍盖在身体，才不会冷。我要拿强力的洗身拍盖在身体，才不会冷。清洁背部时，会礼貌地告知病人，会说，接着是擦拭背部，我会帮您慢慢翻身。接着是出背脑，我要天天地留你翻身。接着是出背脑，我要天天地留你翻身。擦澡完成后，会告知病人将为其换干净的衣服。此时会说，身体擦好，要换干净的衣服和裤子。身體出好，要完成強力的衫褲咧。身體出好，要完成強力的衫褲咧。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照服员在擦澡前会先准备工具，并告知病人说，我先去准备擦澡的物品和干净的衣服。我先去準備出身體嘅東西，撈強力嘅衫褲。我先去準備出身體嘅東西，撈強力嘅衫褲。擦澡前，照服員會協助檢查病人的身體、皮膚。此時會說，我會幫您檢查身體，看有沒有紅腫、發炎或破皮。我會讓你親手檢查你的身體，看有風腫、發炎，也是流皮毛。我會讓你親手檢查你的身體，看有風腫、發炎，也是流皮毛。協助擦澡前，要先做好隱私防護和保暖。此時會跟病人說，我會拿乾淨的大毛巾蓋在身上，才不會冷。我會拿強力的洗身拍蓋在身體，才不會冷。我會拿強力的洗身拍蓋在身體，才不會冷。清潔背部時，會禮貌地告知病人，會說，接着是擦拭背部，我會幫您慢慢翻身。接着是出背囊，我會天天地讓你翻身。接着是出背囊，我會天天地讓你翻身。擦澡完成後，會告知病人將為其換乾淨的衣服。此時會說，身體擦好，要換乾淨的衣服和褲子。身體出好，要換上強力的衫褲咧。身體出好，要換上強力的衫褲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內容，大家記得多看幾遍，認真練習哦。